中价中空低一点。谢谢，我是综合指令综合挺身组长，所以今天来到家乡，第一次站到宣传车上，看到我们综合很多乡亲发自内心的喜悦，也很荣幸跟我们中和立法委员参选人邱风尧一起来扫街，算是第一次，扫街的感觉非常的开心。那你什么时候会穿防弹背心？我不会穿的，我对治安有信心。我也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完全成熟，所以我个人不会穿，我宁愿戴假发，我也不穿防弹背心。1月目前还没有，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。是啊，还会有之后扫街行程吗？应该不太会扫街了，因为时间离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。那到中和扫街意义不一样。我是中和挺身组长，所以在这里人亲土也亲，所以来到这里扫街是特别好，好不好？市长，市长，咱们说国力不干扰。谢谢。我想2015年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记错，2015年蔡英文总统说过，他不认为人要为自己的认同而道歉。这句话表述的是高度充分的尊重言论自由。那林静怡她接受德国之声这种访问，显得既幼稚又不了解国际跟人的状态。我觉得最重要对台湾言论自由的伤害非常巨大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像这样子一个思维，林静怡身为民进党国际部主任，对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这么的无知，完全代表民进党对国际事务上是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跟危险，而且强烈的打压国内言论自由的市场。所以我觉得他的辞职只是刚刚好而已。重点，他辞职之后，民进党要怎么样面对言论自由、国际关系、两岸关系之间这些重大的事项、重大的变化？我为民进党呢，国际事务真的捏了一把。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。容许我把西装脱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庶民总统韩国瑜，本来身体还好，讲到民进党贪污腐败，全身都热起来了。哇，被这样羞气呀！我们2300万的民众。这一次要特别的聪明，我们绝对不被意识形态绑架，我们绝对不被谎言欺骗，我们睁大眼睛，哪一个政党未来能够带给我们幸福，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带领2300万台湾同胞走向快乐、富庶、阳光的路，我们就投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正领航，台湾富强。谢谢。现场是30万人呐，看多少？韩国瑜，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国瑜，韩国瑜，动算！谢谢。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。容许我把西装脱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庶民总统韩国瑜，庶民总统韩国瑜，莫忘世上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庶民总统。再一次给我们的韩总统加油打气来！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国瑜，韩国瑜，动算！谢谢。本来身体还好，讲到民进党贪污腐败，全身都热起来了。哇，被这样羞气呀！